今日介紹一個 BTS 零距離嘅項目，流花嚟嘅，出年年底落成。呢個項目叫 New Coast。New Coast 係一個點樣嘅項目呢？係 Lobo BTS 嘅合作項目。BTS Concert 零距離共分3期，亦都有自設商場，距離 BTS 僅僅30米，步行2分鐘，佔地成1200平方米㗎。項目嘅佈局呢，有足夠嘅空間感，度假村氣氛咧都非常之濃郁嘅。項目與項目之間有足夠嘅距離，公共設施咧亦都非常之完善。叫得做 New Coast， 咁即係當然係以海岸為主題啦，充滿度假嘅氣氛。主題泳池咧更佈置會成沙灘咁。效果係點我未知，不過我參觀完 Phase 2 New Coast Concert 咧，你就見到哇喺第2期都咁靚，第3期會唔會更加靚呢？的確，第2期嘅佈局、綠化、環境、設施都係非常優異，嚇你好滿意啊！咁呢個項目適唔適合旅居退休呢？其實 New Coast Concert 咧，亦都係一個好適合退休自住或者旅居嘅項目嚟嘅，因為生活配套好完善啦，而特別係呢一個好似 One Bed Plus 36.5平方咧，係已經足足有2間房，有大嘅廳，有好嘅廚房。如果你作為一個 vacation home 或者旅居嘅單位咧，其實已經係相當之足夠，價錢亦都實惠喎，所以少錢就揾一個好嘅度假屋住得闊落咧。New Coast Concert 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36.5平方有一個好市正嘅主人房啦 ，Dual Access 嘅洗手間，方便咗客人嚟探你。最中意就係呢個廚房啦，有足夠嘅4人5人嘅飯台，有一個非常之闊落嘅廚房。客房方面呢，如果你係可以改裝成一個1人客房或者雙人床，其實已經足夠㗎啦。亦都可以咧，好似佢咁改成一個 function room。New Coast Concert 咧，生活配套非常方便啦，出邊就有商場，自己亦都有好靚仔嘅泳池。咁呢一啲咧都係唔錯嘅選擇嚟嘅。New Concert 有第1期同第2期嘅成績俾大家參考。租金確實係吸引嘅噃。而家係喺 New Coast Concert 23平方 Studio 嘅單位，亦都係所有 Unit Plan 入邊咧最細面積一個。雖然佢係細，但係設計得相當之實用。23平方入邊咧已經係有好清楚嘅分明啦，就係客廳一個小飯廳、睡房分割得好清楚。提供埋充足嘅儲納空間，廚房咧亦都係一個可以獨立間隔嘅廚房，直駁露台，洗手間咧亦都相當之闊落嘅。根據我哋喺第1期同第2期嘅出租經驗咧，23平方嘅單位咧就係最受租客歡迎，而且租金回報咧亦都係最高嘅。而家咧係喺 New Coast Concert 嘅27.5平方 One Bed 嘅 Unit 1房單位，咁呢一款咧亦都係一個相當受租客歡迎嘅單位嚟嘅。佢比 Studio 咧大咗差唔多4個平方啦，所以咧佢能夠提供一個咧非常之寬敞嘅獨立房間。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呢個單位嘅賣點之一啦，因為佢其實價錢咧當然啦，佢面積大咗會比 Studio 會貴啲。但係咧，佢有一個獨立嘅大房間，亦都好受租客歡迎嘅。咁呢一個單位咧，大約港紙計咧係50萬鬆啲，就已經可以擁有一間獨立房間嘅大嘅1房單位㗎啦。New Coast Concert 咧係一個 fully furnished 嘅項目 ，Lobo 咧會為單位咧提供基本嘅家私同埋裝修嘅，就好似廚房咁，已經係有晒廚具同埋廚櫃啦。
好似呢一個嘅一房單位咁，哈利都係幾中意嘅，因為除咗佢夠闊落之外咧，佢一邊就可以提供一個food preparation 嘅地方，另外一邊咧就提供一個露台。對中意烹飪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幾唔錯嘅設計。既然講到係 fully furnished，除咗廚房之外咧，廳嘅咧已經係包括咗一啲儲納嘅空間，包括咗咧鞋櫃啦、咖啡台、電視櫃、sofa、dining table and dining chairs。咁其餘嘅 decoration item 咧就唔包括在內嘅。咁至於房間方面咧，床架係會提供嘅，衣櫃係會提供嘅，亦都有梳妝台。哈利剛剛參觀完 New Core 即係第二期，咁喺第二期嘅左手邊呢一邊咧就係第一期 New Cross 啦。咁而家第二期咧亦都係啱啱完成咗入伙收接，好多單位出租。馬上我哋會推出嘅咧就係第三期 New Coast Court。咁呢一個 New Coast Court 咧，距離 BTS 嘅距離咧就只係30個 meter 嘅啫，非常之近。咁亦都係同我哋即將入去呢個商場咧，亦都係非常之近嘅距離嘅。New Coast Court 項目呢個項目1、2、3期咧，將一齊咧就係有一個自己嘅獨立商場嘅。咁呢個咧叫Crossing 嘅商場，咁咧已經係開放咗㗎啦，亦都係營運當中。都可以講話係一應俱全㗎，屈臣氏啦、Tops 啦、藥房啦、唔同嘅食物檔攤啦。由 Coon Court 即係總站 N24咧，其實交通都係好方便嘅。首先咧，一路 BTS 可以去到另外一邊東邊，即係去到 E22啦，完全係 Sukhumvit 嘅方向啦。另外，如果你係要去 DMK Airport 去當門 Airport 咧，其實你可以坐綠線，坐到去 N17，就 M17咧 ，N17呢度咧就可以轉粉紅色線咧。就可以轉過去紅線，紅線就可以去到當門 Airport 㗎啦。咁如果你係坐到去 N9 或者 N8 站咧，就直頭可以轉 MRT。項目只係剛剛開售嘅啫，聯絡曼谷買樓123，我哋為你精選單位，有優惠嘅價錢。記得聯絡曼谷買樓123，我哋係你嘅旅居好夥伴。